我應該要更加積極，我唔應該咁情緒化，我應該要合群啲。我哋每一日咧都俾呢啲應該咧綁住，慢慢咧已經唔記得咗最真實嘅自己係點樣樣。今日我想教你一個唔需要睇書、唔需要做測驗嘅方法，去揾翻自己。我叫佢做自我觀察嘅逆向工程。方法好簡單，例如準備一個筆記簿啦，或者用手機都得。由今日開始，當你感覺到自己有強烈嘅情緒反應嘅時候，無論係嬲啦、驚啦，定係覺得委屈啦，就問自己一個問題就得啦。呢個問題就係喺頭先嗰一刻裏邊係咩觸動到我呢？然後好似一個偵探咁，客觀咁樣去記錄低。嗱，唔需要分析，唔需要批判噶，淨係記錄嘅啫。例如你老細突然之間掉一個新 project 俾你，你嘅反應可能係 A 好嬲，B 好驚，C 好興奮。呢啲自動化嘅反應就係你型號人格最誠實嘅線索。當你收集到足夠嘅線索，你嘅型號就會慢慢浮現。呢個係一個溫柔而強大嘅過程，因為你唔係由一個標籤嚟開始，而係由真實嘅自己嚟出發。記住，唔係要批判，只係記錄，用客觀嘅心情去觀察，你就會為你嘅發現而感覺到驚訝㗎。